係2022年諾貝爾獎中有個搞笑研究，證明運氣係成功嘅主要關鍵。我唔係話成功唔使努力讀書，唔使捱世界，起碼有正常學歷，有正常付出就夠晒。忙到冇時間陪屋企人，再點捱都冇用。運氣真係成功入面一個好關鍵嘅因素。有時同一個環境，有人特別好彩，其實好多時係佢哋夠膽跳出自己舒適圈，願意主動嘗試，爭取新機會。講到底，所謂好運都係自己爭返來。喺英國哈福郡大學有個叫 Richard Wiseman 嘅教授，專門研究幸運。最出名嗰個報紙實驗就係佢做出嚟啦。佢話好多人白白走甩運氣，仲話唔知點樣去爭。其實根源就係唔夠自信或者驚失敗，咁樣自然減低晒遇到好運嘅機會，淨係做到多勞多得，好難突破真正發圍。所以話越努力越幸運，其實係講俾啲肯改變、主動彈機會嘅人聽。老土啲講，我哋除咗要有正常知識同付出之外，仲要保持正面心態，從失敗同挫折入面學嘢，等機會到來嘅時候，自己有準備捉得住。老實啲講，最緊要係盡量增加好運，減少衰運。首先講4個最有效增運嘅方法。第一，客觀正面，唔好固執， be flexible， 識得求變。有統計話，淨係得2%嘅人可以徹底扭轉命運，28%嘅人有能力改變自己命運，其餘70%嘅人一路唔願改。呢啲人太固執，唔識轉彎，好易走甩各種機會，仲成日身心俱疲。第二，多識新朋友，擴闊自己人際圈子。成日淨係同一班人來來去去，講來講去都係同一堆說話，點會有新機會落到你身上？還有，多主動幫助有需要嘅人，多行善積德，運氣自然會越來越好。第三，積極行動，不拖延。我每次開數學班都觀察到有啲同學會早到，仲專登選坐最前排。佢哋會主動發問，主動爭取學習機會。呢種心態已經反映佢哋奪到好運嘅機會，遠遠高過縮埋一邊，唔敢出聲，唔敢同其他人溝通嘅同學。第四，調整自身磁場同運勢，好似電話號碼、屋企風水呢類，呢啲都係流傳幾千年嘅古人智慧。如果冇用，早就被淘汰晒。古今中外嘅成功人士都用嘅嘢，唔信唔代表唔影響，你自己可以去 check 下。美國白宮都擺緊個最強風水陣，唔去利用，最後蝕底嘅只係自己。簡單講，就是信念加行動。第一同第4項都係講由內到外，信咗自己會好運先。第2同第3項就要配合積極行動。呢啲唔係盲目樂觀。如果太多懷疑同埋焦慮，有好多嘢都唔使做啦。日積月累，自己都冇晒自信，做乜都唔掂。例如跌親扭傷咗隻腳，你會埋怨，唉，我今日真係黑仔，還是覺得好彩冇跌斷腳啫。又例如被裁員炒魷魚，你會抱怨點解自己咁唔好彩，還是覺得當轉工換個新環境，今次就係好機會呢？唔同嘅想法就會寫出唔同嘅劇情。你有冇聽過改變命運最好嘅方式係換個新環境？我研究數字能量學超過20年，呢度同大家多分享下手機號碼呢一 part。手機號碼絕對會影響個人運勢。所謂一命二運三風水，手機號碼就代表你後天嘅運，亦都係隨身帶住嘅內在風水。我哋身邊周圍都圍住好多數字能量，當中影響最大就係電話號碼。身份證號碼係先天本命流年，係出世就定好嘅劇本。手機號碼就係後天可以操控嘅運勢，即係可改變嘅劇情。命就好似架車，運就係條路，條路好唔好，直接影響架車行得順唔順。你選擇嗰條路就係你嗰刻嘅運氣，呢個就係所謂命運。如果你明白呢套學問，就會知後天運其實比先天命更重要。先天命格嘅不足，完全可以透過手機號碼去化解調整。所以手機號碼其實比身份證號碼更加關鍵。當然，影響命運嘅數字唔止電話同身份證咁簡單，出世日子、身份證呢啲先天本命數字就等於人嘅肉體，手機號碼、姓名、車牌呢啲後天數字就等於人嘅精神。精神足夠旺盛，身體自然強健；精神薄弱，身體都會虛弱。精神長存，人生先有起色；精神耗盡，事事都會行衰運。呢個道理亦都解釋到，一個人運途順逆，得失吉凶福禍。數字能量學係而家最快最準確睇運嘅工具。我20年來做過無數實測，證實準確可靠，已經越來越多人認同接受數字能量學嘅重要性。講完增運，再講減少衰運，其實就係唔好做錯事。大家都可以參考下，譬如唔好做危險活動，保持規律飲食同作息，遠離負面情緒等等。最緊要就係避開手機號碼入面一啲紅黑組合，例如數字16、38、47，調轉一樣。呢啲都係會帶嚟感情受傷。感情唔單止係愛情，包括親情，例如父母、兄弟姊妹、仔女之間嘅感情。如果再加埋有18、
24、36、97等數字組合，更加會不穩定，充滿負能量，容易破財。這些都是先天磁場吸引而來嘅啟示，不是隨機巧合，必須按本命配合所需數字能量化解。就算而家遇到幾大件難關，放長雙眼睇，幾年之後都只係小事一樁。成日淨係識得抱怨，只會令自己繼續捱苦。與其等到人生尾聲先後悔，不如將而家當做人生一個逗號，繼續寫屬於自己嘅好運故事。